看这敢算是着糖济咧。目前呢，拄好是火龙果大出的时阵哦。不过这一阵仔呢，一直拢伫咧落雨，这个落雷哦，就一只一只爬去咧树仔顶头来避雨，顺线呢来食这个火龙果，也造成这个火龙果损失惨重。敢若是去落雷食去的，就至少有3成。价是无差啦，但是卖你就无卖相啊，嘿。种水果的农民把火龙果夹落来，这只火龙果外皮受伤，卖相无好，根本都卖袂出去。规片的火龙果园原本应该是结籽满满的果树，即马减一半，农民的损失惨重。凶手就是这一只一只的落雷。它会去吃你的花苞啊，像这个花苞啊，还有那个果实啊。幼果的时候被它爬过去的话，那个果就没用了，没办法卖了。连续几落天的大雨，予遮的落雷拢爬起咧树仔顶来咧觅雨，搁食花、揢水果，造成果子园的损失上无有3成。然后因为连续下雨，所以瓜牛它就往上爬上来植株上面，然后进而危害到火龙果。因为这落雷数量实在是伤济，赶走阁会阁爬起来。农民希望相关的单位当来斗3工想办法，看要安怎防止这落雷，千万唔通互因这一年来的辛苦拢白了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